我以為咧請人之後咧我可以輕鬆啲，但係其實咧我錯咗。喺第一個客戶之後咧，業務咧慢慢開始上軌道咯，查詢多咗啦，要處理嘅事情多咗，開始一個人應付唔晒啦。當時心裏面諗，如果有人幫手，你話幾好呢？於是乎咧，我就有咗第一位同事啦。但係其實入職第一個月，我其實仲忙過之前㗎，唔係因為工作量多咗，而係太多嘢需要解釋。點樣同客戶解釋啦？點樣去跟進查詢啦？點樣去處理啦？我嘅 standard 係乜嘢呢？每一個問題咧，我都要重新講清楚。用喺溝通上面嘅時間咧，比我自己一個人做咧仲要多。我以為請人咧係可以將個工作量分一半俾其他人，但係原來咧請人係將你自己嘅做嘅方式傳授俾另一個人。呢個開始嘅時候咧，一直係摸着石頭過河，靠直覺啦。有一套咧唔知點樣講出嚟嘅經驗，講唔到出嚟嘅就冇辦法教人，教唔到人就唔能夠成立團隊啦。冇團隊嘅公司永遠都係得我一個。就喺嗰段時間開始咧，我開始認真問自己 ，Nextcoin Homes 係一間點樣嘅公司呢？我哋做嘢嘅標準係乜嘢嘢？唔係因為貼喺牆上面好睇，而我發現咧，如果我自己都講唔清楚，點樣要求人哋去做到我 standard 出嚟呢？所以創業最難嘅時候咧，唔係揾客戶，唔係成交，而係搞清想將自己變成一間點樣嘅公司。呢個就係我創業日記嘅第3集。下一集咧會同大家分享請咗人，但係同事要走啦，嗰種感覺咧比我想象中更加難受。記住 follow Ricky 爸爸嘅 Facebook page 或者 IG， 了解我更加多咧我嘅創業嘅故事喎。